相片、戆相、区别化，用手机翕相做记录，是真事上的代志。我嘛有足侪相片，想要甲你分享。看到厝里迄只黄毛的老狗，趴伫涂骹拄久，虽想到伊艰苦的时，会四界去找草药医治家己。恁兜的狗若艰苦，敢是会带去互医生看。看到阿母焦撇撇的笑面，虽想到伊总是为着囝儿逝世伫操劳，你敢有替恁阿母翕一张水水的相片？看到卖副刊，刷好大号甲淡糊糊的册仔，虽想到挂伫我的册页，读册的辛苦，你敢捌去参与做事？看到毋管安怎算，拢算袂清楚的鸡鸭，虽想到拍无去的迄只鸭母，害我互阿母骂甲臭头。你敢捌算清楚一大阵行来行去的头生拢总有几只？看到猪条里咕咕叫，真要食恁的猪仔囝，虽想到凊大猪的娘足大只，毋知囥去倒位。你敢捌抱过细只古水的猪仔囝？看到放学转来，互火鸡捉甲走无路的我，虽想到哪会拢无人来救我？你敢捌听过火鸡咕噜咕噜的叫声？看到枵屎的家己，甲枵在长的巴拉夹一喙，讲这粒是我的。虽想到迄粒夹过的巴拉，我哪会无食着？你敢捌去挽过在长的果子啊？看到透早起来，若爬骹白笋下，若拄久的两姊妹啊，虽想到挂骹白笋的阿母，应该逐工拢困无饱。你敢知影骹白笋爱种伫弄土里？看到摕伫眠床顶翘骹分品的阿爸，虽想到伊伫天顶，毋知过了好无？你敢知影恁阿爸会做啥款姨娘？看到雨风吹甲东倒西歪的电视歌虽想到苏彦文甲合的两起，因两人敢也会变老？你敢有伫看布袋戏？看到厝里囥鼎位伫渗水，就知影外口咧落大雨。虽想到细汉大的土角厝、红叶厝，即马拢消失啊！你是住大楼，还是透天的？看到烫只骹打咸菜的囡仔屁，就知影是寒死死的12月天。虽想到真甲赤赤到咸菜的甜粿，就强要流喙烂。你敢知影挂菜甲咸菜是同一款菜色？看到烤豆饼的阿姊，剁猪菜的小妹，哪做哪算哪开讲。虽想到足久无甲阿姊相找，毋知伊过了好无？你敢捌甲兄弟姊妹哪做工课哪搭喙鼓？看到囡仔屁学大人咧贴草堆，先贴嘛袂好势。虽想到 Egypt 的金字塔是偌济人的拍拼，你敢捌算过用叉角贴金字塔的桌顶算？看到趴伫田里烧草的阿爸，虽想到小放伴的结拜亲情，你敢捌甲同学互相斗相共，完成一项代志？看到风踢甲远远的东公伫涂骹练练歌，虽想到红天赤日头，算甲汗流散地的大细汉囡仔，你敢捌伫休困日甲隔壁的囡仔斗阵耍？看到摕粪机伫水沟护鱼仔的阿兄，虽想到糋甲芳芳酥酥的大肚鱼仔，你敢是爱去山山餐厅才食会着糋溪鱼仔？看到白灵丝甲水牛咧画线，虽想到隔壁迄个看牛风牵伫报纸，实在真车赢。
你敢捌骑牛，还是坐过牛车？看到厝尾顶迄支互风台拍转去的烟筒管，随想到迄盘袂好食的鱿鱼炒芹菜，你敢知影走风台是真惊人？看到门口发甲旺旺水水的薄荷草，随想到一直开冰箱，等要食薄荷冰的愿望，你敢捌家己做过鸡仔冰？看到要当鳝鱼，煞当到雨伞节的兄妹仔，随想到蛇的介绍比鱼仔较好，意外收成有够欢喜。你敢捌去鱼边仔钓过鱼？看到一阵囡仔面仔红记记，家己起火来烘笋菇，随想到脚红白线，扇飞倒飞袂远的金龟。你敢捌饲过鹿角龟？看到两只鸡豚仔伫树仔骹抢食倒紧，随想到我嘛捌甲阿姊相抢要食鸡仔冰。你敢捌甲兄弟姊妹讲加食一支冰？看到水牛伫牛运窟仔浸凉，随想到一阵看牛仔脱目体来拍碰球。你会晓游水是教练教的，还是家己看样学样？看到草埔仔满世界拢红丢丢的气泡，随想到路边的乌奶奶仔嘛足甜足好食。你敢捌食过野生的果子？看到雨风吹甲丝丝旋旋的竹篮，随想到迄只摆脚的鸭母，毋知徛伫遐偌久啊！你敢捌听过竹篮雨风微微啊吹过的声？看到迄间暗淡的破厝窗仔，随想到5个计好胆的囡仔，烧招去找鬼的笑亏台。你敢捌甲人相思去做我喊古台？看到五米路顶来来去去的客运，随想到阿公总是讲要坐车去看电火条走小玉。你坐车的时，敢捌注意看窗仔外的景致？甲相簿合起来，看镜内底的家己，敢若看到面圆圆、头鬃短短的囡仔时，你的头模型是啥物款嘞？敢会使甲我分享你的相片？较早甲今仔，过去甲现代，你较介意倒一款？